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今仔日早暗有较凉，虽望拜三温度会小可回升，不过拜四开始东北季风又搁会变强，时到各地头的高温会降至2度左右。北部地区温度上低是剩无到20度。今仔日拜日上班上课时阵，真侪人出门拢感觉凉凉啊，加穿一领薄外套。不过自拜三开始，东北季风小可减弱。各地温度会回升，拜四受到东北季风搁再小可增强的影响，温度会甲拜日同款，早晚偏凉。新竹以北跟宜兰这个地方哈，就是早晚跟夜间感觉稍微偏凉一点点啊，可能大概就是17、18度左右了。比较空旷的地方可能就接近16、17度。中央气象署表示，自拜四开始，各地高温拢会搁再降1-2度。北部地区的低温将会降到20度以下。伫拜五东北季风搁减弱，温度会搁再回升。后礼拜一就是火力控就职典礼，对目前的预测来看，伫迄天云量水汽拢会变多。就职典礼敢会伫咧雨中进行？中央气象署讲，伫迄天各地拢有短暂落雨的机会。我们预估在北部，就台北市这地方。云会增多了，有大约目前的预估大约有30%到40%的短暂降雨的几率。伫五日控总统就职典礼，北部期间有30%以上的机会落雨。伫目前周边正伫咧进行场地整备，确保典礼当顺利进行。另外，未来1礼拜到10天，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出现，也过袂影响到台湾，但是依然爱继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